乡亲啊，继续来到高雄，这个市长甲议长这届拢爱来补选，但是国民党内也是拍不无超袂好势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江启臣放声咯，讲这个高雄市的议长，国民党推出的人选，若是选无调，就要撕掉党主席。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搁落南到高雄辅选李美珍，因为这件败真大。议长的补助若是顾袂调，江启臣讲伊这个主席嘛无要做啊。这不算什么啊！现在的国民党对我们而言团结比胜负来得更加的重要。因为派系分裂，那也表现出无退路的决心。对手陈其迈表示尊重嘛，讲看出因内部有问题。显然在内部的民主状况可能面临的一些挑战嘛，所以这个还是由他们自己内部去解决。5亿前去市场拜票，面对对手的阵营败这大，伊讲啊，唔知根据是啥物。国民党只差一票嘛，本来要过议长本来就很容易啊。如果说连这样都过不了，他当然要下台啊。这个不是他不用讲啊，免讲个假做假子。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伊讲，高雄议长这件无退路，党主席这个位摕来底，就是要展现议长的选举必胜的决心。